着你来流浪，他乡要找你，错出来繁华都市，暗中欢喜。大声叫着你的名字，你敢无听见？你到底走去倒位？爱你，你写批予阮时代放伊看伊，阮也有找着所在，两拢无你，只是心内暗影，伤心目屎滴，你到底走去倒位？爱你，为着要找你，加添心伤意，你也无同情阮是可怜有你。为着爱你走天涯，痛苦啥人知？你到底走去倒位？爱你。哎呀，好棒，真是。天涯全爱你，欢迎欢迎！哎呀，真的真的好几个年没见了。对，我记得我们第一集播出的时候，就请来彭一杰到节目中来对哈。哎，目一年你应3、4个月啊。第二季了是吧？第二季，哎，我们的第一集也是第二季请到我们陈一杰到节目中来。哎，真的，第一集那次播出，我们轮流唱了几首歌，对，好多首就是刘老师的国语歌曲。对对对，回响真大。那一集讲说真的，很多在我中部的那些朋友都有看到。他说讲真的啊，这个凤飞跟那个费玉清这个节目啊，平常心讲，恭喜在。恭喜在，恭喜在。人讲若要上这个节目吼，要有2把刷子，啊，给实在爱会唱的啦，无实在讲我会被你比下去，因为2个太会唱了嘛，对吧？爱唱将啦。这比赛安尼讲，这唱吼，咱即摆咱国内一寡遐真正的实力派的哈，嘛是有啦，不是讲真假落呀。但是中南部的朋友他喜欢听的，不管是老的歌曲，啊，对，啊，个台语老的歌，他爱听，所以听歌听歌都是爱听这节目啦。哎，真的，这个歌本你们打开来，差不多有我看有2/3都是我们的歌，那个时代。对，观众对那个时代的歌实在是非常的怀念。记不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唱歌的环境啊，受日本歌的影响蛮大的哈。因为那时候坦白讲，不管在酒店也好，最早期一定要几首东洋歌曲，因为那时候来自观光客很多日本客人，对。啊，是很多日本人听他唱完歌啊，因为偶尔选到一些美空云雀的歌，台下。哎，咱台湾的美不知不觉当那个花边，你说他希巴里，讲希巴里那个话，我讲那个当时比希巴里跟哇塞哇唱也哇，两个转化完。没有，可能是那个样子啦，而且台湾的希巴里那个叫。我他搞啦，也是讲咱开始学唱歌的时候，我们喜欢他的歌。对，我想早期大不对不对？我也受他的歌影响蛮大的，因为早期唱他的歌。那时候的转音啊，现在不知不觉国台语歌里都用得上啊。其实啊，他也没有特定设定了，只是说他日本歌本身的转腔，可能那个嘿嘿。那个转弯的那个 accent 它比较动作大一点。互相赞美，你的转音也不得了。这次我在阿兰东洋歌曲唱得很好。我在国外碰到一些老华侨，他说：“哎，是你那个节目常常你跟凤飞飞对唱《宫华盖伊》的，你们能不能唱黄梅调？”我说：“唱黄梅调。”黄梅调对哦。那我唱给你听好了。他说：“你会学他唱？”我说：“会啊。”我来唱来听。不晓得是我学的太 over 还是干嘛？我看还是不要了，不要了。啊，梁山伯一心要把英台放呀，啊英啊台放呀。无法这顿啦，伊哪有顿他这？修啊顿。只是味道啦，那个啦，他
真是的，你唱黄梅调真的会转音也加这种流行歌的转音。哎，可能没有这么的流行的会靠了，还是小调了，因为不外乎嘎刷比索是先爱了，就绝不像我学的那样，所以我们大家都是真的实力派。那当然，他什么歌该怎么用啊？这次的歌类似海海人生那种味道。这一定爱播流的。哎，对，这个你的特色。哎，因为这首歌曲有几首是这种型的，那么还有中间好多是传统歌味道，演歌的也有。那么主要的主打歌是就《秀波喜姑的名》。秀波喜姑的名。然后安尼结婚了，你哪会唱这款歌？唱歌和结婚无关的。对啊，咱袂使讲咱唱歌了，拢全去唱一寡幸福啊、快乐的啊，有些好听的歌拢带一点感伤。有时候唱这首歌曲，代表人家有的哈还是小孤独处的，对吧？是，让他有一种哎就是像你讲这样的对，要像我这样那怎么办？我还在一起只能唱初恋了，那无可能。哎，大家看到无啥相似了，你也无啥相似了，是都安尼啦。你定定讲这哦，莫定定安尼讲哦，人真正讲实在，老查甫啊，莫定定安尼啦。别人无要相信。这要医生证明，还好今天带来。啊，真的有吗？未记查。我说的日语歌哈，是。刚才既然也说到这个，点到了一下日语歌的这种我想这样，我们今天呢就不放过这个陈奕迅。好的。啊，这既然刚刚有提到那个美空语，就是米索拉希巴里，米索拉希巴里，他代表歌有好多首了。最早的，比如说哈，什么那个下就那国路晚邦的情况，还有那个亚瓦拉。还有钢钉子沙番的，啊，你那都嘛记得？那个杨艳翻唱的什么？哦，苹果花对。但是这地哈，真个爱看卡手唱嘞。哦。普通人爱袂出来那种。嘿。我安尼来，咱就抓那个钉落去倒啊。钉落去。给他钉落倒啊。邀请你挨一条。有时候我爱听这种叫欧文。哎，有时阵爱加减一直提出来唱呢，啊，无真正会生锈呢。高难度的一首歌曲。唱日语的，你唱日语啊？安尼才好听，就好听，安尼好。真棒！那我们就来跟观众一起好好的聆听这首歌。陈映洁带来高技巧、高难度。日本歌名那个。林檎のお湯分け。はい。どうぞ。接下来我们就来唱这首。林檎。月夜にそっく別れを泣いたとさんリンゴの花びらが風に散った別れを泣いたとさん